都呢套電影都係形容緊你哋每一個。個電影叫《女孩不平凡》。有得睇㗎？有得睇㗎啦，你睇下，我好想睇啊！我快啲睇下我睇㗎。同埋台灣都有上。我翻台灣睇。所以無論係套戲啦，定係隻歌啦，好似都同我哋台唱呢五個。係喎，好有關係喎。我自己覺得好有關係。拉啲關係先係。都有嘅。咁所以呢隻歌就係普通人。